我甲小秋已经分手。我无度改变我妈的个性，而且小秋嘛无愿意跟我做伙去面对，所以只有选择结束这段感情。康拉讲伊是我妈，我总无可能放下唔管。所以你确定要为着友好放弃感情？我该会当安怎？我无想要放弃，不过我嘛无法度赶走我妈，我根本都无选择的理由。既然你甲叶小秋已经分手啊，那安尼，你敢要以结婚为前提跟我交往？吴经理，歹势，我真正无迄个心情甲你讲生笑。我无咧甲你讲生笑，我是认真的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介意我？我哪拢唔知影。你莫想这，我也未到介意你的程度。目前看起来，外表健康、伶俐，还有安全，还有以后要处理的方式，你拢是上适合我需要的人选。明年我的计划就是要生一个囡仔，因为我本来要去国外借精生子，但是公司汹汹扩张，耽误着我过来个月的时间，而且嘛不是一遍就一定会成功，所以我调整的方式就是在台湾找一个人结婚生囝，嘛比较简单省钱。刘经理，你的想法真是足特别的啊！啊是讲我伫你的人生规划表内底，敢若无看到结婚这个选项，敢看到生囡仔选项尔。啊，以你的条件这么好，应该是有真侪查甫人愿意甲你生囝才对，想做你要找我。我毋是已经讲过啊，因为你比较安全，咱甲结婚生囡仔，登记好囡仔爸母的名，咱会好好讨论是毋是爱继续这段婚姻，还是要离婚。其实这个问题真简单嘛，真好解决。我无认为这是什么单纯的问题，因为结婚毋是讲为着生囡仔尔，伊是两个爱做伙去成长。而且要甲有教囡仔相处的方式，这嘛是一个问题，不是你讲要生就要生。这个问题真正无遐尼复杂，单亲家庭的囡仔无一定会有问题，双亲家庭的囡仔。稍等，我无必要听你讲这个话。你的人生规划暂时无暂时，我拢无资格讲啥。啊，不过你来找我，我敢会当甲你讲一句歹势，因为我无多赞成你的讲法，我无多因为生囡仔。甲我的同事结婚，这点我真正做唔到。你听我讲，我会找你是因为这件代志对咱两个人拢有利。对我有利？爱囡仔是我的计划，但是嘛要对你有利，你才有做这件代志的意义，敢毋是？你无法度接受这种有目的的婚姻，我嘛无法度接受。正确来讲，我根本无想要有婚姻，叫我嫁互你，我嘛做袂到。但是我需要借精生子，未婚的新婚就无法度。咱若是阿某，就要用人工受精的方式，互我有心。所以你真正只是为着要生囡仔尔？对啊。敢讲我的目的是你的肉体？歹势，我真正是无法度接受我嫁一个只是有淡薄仔熟悉，而且无感情基础的人生囡仔，这真正足奇怪的。你有当作你的捐精啊？我会甲伊拍契约，等确定我有心啊，咱就离婚。囡仔互我，你会登记做囡仔的爸爸，还是无爱登记，拢看你欢喜。你只是甲我斗3工，咱唔免发生任何关系。只是结婚，会用互我顺利有心。拜托你啊！若是恁妈妈迄边，我来处理。我是主管，上厉害的就是把废物调教成精英，矫正太后癌。我有疤啊，第一跟我相处以后，会知影站站。无的确，恁妈妈的问题解决以后，你还阁有机会甲叶小秋留回来啊。请你回去好好想一下。
是要改变我妈的个性，确实需要如经理这种个性的人来家己。陆经理，我考虑清楚啊。假使你有法度甲我斗3工，事成了后咱随离婚，那我无反对。因为我确实需要一个人好好来治我妈，互伊知影小小对我好。